佩服这个设计师的，他妈搞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刚刚好，就是刚刚好，就是怎么感觉，就感觉好像做了这个东西刚刚好就够你吃饱饭，又饿不死。哎，这真的是智慧呀！你妈的，真的是刚刚好就够你吃饱饭，饿不死。想要多不可以，想饿死。哎，你别想，这设计师是真的牛逼呀！能听得懂吗？我干你妈的！我他妈就这种认真玩呢。7连败怎么不找自己问题？你买不起房你也找自己问题好不好？你结不起婚你也找自己问题好不好？你买不起车也找自己问题好不好？你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也找你自己问题好不好？为什么别人就欺负你呢？为什么就你每天上10几个小时班呢？为什么你就月入2、3千块钱呢？全部找自己问题好不好？为什么你买不起龙的传人呢？为什么你1小时他妈的工作1小时肉蛋奶米面蔬菜你都买不起呢？找下自己问题好不好？你妈了个逼的，我操你妈的！什么都找自己问题，什么都找自己问题，上不去分也找自己问题。你妈我对象我队友炸了，怎么找自己问题啊？0-3为什么评分比我高？因为他是黑人，黄种人贱，懂吗？美国人搞的游戏，黑命贵，懂吗？黑皮狗就他妈比黄种人他妈要高贵一点，所以他评分就比我高，明白了吗？为啥他比我评分高？因为评分不能比黄种人低，低了就种族歧视了，傻逼东西他妈的！因为人家是同性恋，因为人家皮肤比我黑，懂吗？我是黄种人，弱智东西他妈的！又是黑鬼又是同性恋，分能低吗？能低他妈就种族歧视了，懂不懂？你疯了，这能说？这干嘛不能说啊？就新出来这个英雄没有，他妈不也是他妈的讨好黑人群体的？你告诉我没有不超模吗？这游戏他妈黑皮肤哪个他妈垃圾的？你告诉我啊！卢锡安、艾克、梅尔、奎桑提，还有一个是谁我忘了。塞纳哪个不猛呢？哪个不猛？你告诉我黑皮肤哪个不猛？能不能出个黄皮肤的英雄啊？有没有黄皮肤英雄啊？你不出的话你就种族歧视行不行？设计师出个黄皮肤啊，黄种人呢？啊，有没有黄种人？有没有眯眯眼？你妈了个逼的，他妈的美国人他妈脑子有问题的，傻逼东西的他妈的，出肉伤害又高，他妈机动性又拉满，又有位移又有真实伤害，你妈了个逼的，等级装备全部落后打的伤害他妈还比我一样高，玩你母啊玩！然后又天天逼，把人逼的逼疯了，把人逼的出格了，把人逼的激进了，又开始绕过来说什么哎呀你太激进了，你太出格了，你是负能量。妈的，真的是避重就轻，不谈我为什么激进，只谈我激进的表现。你刚刚又稍微说一点就警告，就是把人逼到发疯了，对吧？就死命把人往死里逼不死你啊，他就赞扬你，说什么哎呀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他逼到受不了了，激进了啊，要爆炸了啊，他就开始说你了，你怎么那么负能量啊？你怎么每天都在抱怨呢？对吧？然后就过来警告你，然后就完全闭口不提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这样的啊，就不去解决问题，就解决你啊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！你告诉我，我能怎么赢？我打个巨魔，我能怎么赢啊？我打个巨魔，我3件套的巨魔就一个破电者，就一直拆塔，然后我队友全部爆炸。我去打团，我去路上我都没走到路上，我都没走到那个地方，全死了。就打条龙，3个人 A 上去，我都还没到，全死了，我能怎么办？我一到正面，对面看到我来了，对面就不打，就让巨魔拆塔，好吧？巨魔拆塔，我总得回去管。我一回去，我队友又是要上去打，这不他妈把人搞疯吗？你告诉我怎么打？我队友就开始犯贱了啊！然后金克斯就他妈跟个疯婆一样，就在那边拿那个他妈鱼骨头在那边扫啊，然后拉克斯在那边放终极闪光啊，杀死你啊！然后弗雷格就在那边，哎呦痛太痛了，就在那边打团，你妈那个臭逼的！你告诉我怎么赢啊？你排群傻逼给我怎么赢？被玩到死，运营到死，然后打输对弹幕来一句，哎呀，你怎么不多找自己的问题呢？你妈的！昨天的这个蛇女倒数最后一把还在那边讲，一级你没有来团，我没有骂你都算好了。他妈的中西王者局啊，一级团去4打5，然后死了。打到最后一句他妈蹦出来这么一句话啊，一级你没有来打团我不说你都好了，你妈了个逼的他妈的！刚刚骑在那边摆烂不回来守高地，我问他为什么不回来守，他跟我说一级我没有来打团，他没骂我都算好了，你个死妈东西的！来你看那打凯南这把5-6也是下路炸啊，就在逼凯南他妈打团送吃的要死，啥都不用干就开个然后他妈就开个然后就把我队友全电死了。我有什么办法嘛？
我对线打过了没用啊，他还是个带点燃的闪现点燃的凯南啊，打过有什么用？你告诉我啊，打过有什么用？你告诉我，又是下路炸，把下路炸，你怎么总在抱怨呢？那我这也叫抱怨吗？你做的不好，我把你做的不好说出来，这个叫抱怨吗？啊，这怎么样都是我的问题。游戏肯定有输赢，输了还输不起，我就输不起啊，我不能这样子输啊，我只能战死，我不能像孬种一样他妈的被对面推死，懂吗？我玩的是剑魔，我只能战死，我要玩的游戏就是那种他妈战斗爽，势均力敌，只能战死，不能死的窝囊了，懂不懂？你妈的，你就直接就站着让对面推，这还有人跟我说，哎，那魁上提0-3怎么评分比你高呀？你这么认这个评分系统干什么呀？啊，他会把人的付出给异化掉的，懂吗？知不知道什么叫异化跟具体化？你能说你能这样讲吗？我给你打个比方啊，你全家里面有比如说4口人6口人也好，对吧？你妈每天做饭，你爸每天出门去赚钱啊，然后完了月底一结算，哎呀，我老爸得了 MVP， 一看我妈天天在家里面全职家庭主妇，不是洗衣服就是做饭，躺赢狗，你妈就是躺赢狗，你妈这个月的评分是 3.0， 你爸这个月赚钱赚的很多，对吧？13.0 carry 局能这样算吗？啊，你告诉我你妈是不是躺赢狗啊？妈了个逼的，真的是神经病！你那么在意这个评分干嘛呢？啊，那不是具体看你做了什么吗？啊，你妈有没有把衣服洗干净？你妈有没有少一桌好菜？还搁这评分傻逼呀！老注意这评分干嘛呢？那不都是一个集体吗？你发光发热就好，我就说 WeGame 畜生软件，懂吗？天天在那边躺赢局，给人他妈打标签评分，我最讨厌就给人评分了。评分不就是给了对面羞辱你的机会？哎，你躺赢局，真没办法呀，我控制不了别人呐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控制别人。中路搞个心灵控制塔，打野他妈野区搞个心灵控制塔，下路搞个心灵控制塔，是吧？然后我家在下路想拼的时候，直接控制他是吧？脑控的，让他撤回来。我是在玩红警吗？我他妈玩英雄联盟的。主播心灵就是精神状态有没有问题？你看这个精神状态他妈的也要说有没有问题？这因为如果说情绪都是平等的，不管你是愤怒还是快乐，对吧？快乐跟愤怒都是平等的，而源头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东西，那么人就会自然而然去想这个源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人愤怒跟悲伤，或者是快乐，你就会去找源头嘛，懂不懂？天天说自己本科本你老妈的，打4年英雄联盟就算了，还本科，你配给我们讲课？我没讲课啊，我只在说自己的一些看法而已。我是大专狗，我不配说话，是不是？因为我要达到本科，我说话的枷锁才能够被解开，对不对？怎么玩怎么输，输了你又不让我输，输了我有情绪不让我输压。我讲的是游戏啊，别他妈给我一些乱搞一些东西，有的没的，实在压不住了，就出来给一份说明，给一份说辞。说什么哎呀不好意思，我们正义迟到了，但是我们从来不缺席。你实际上呢，再过一段时间再来看呢，不一样还是一样，什么都没解决，无非就是这个时间点抓得严啊，大家就稍微低调一点。那这段时间过去之后呢，不一样还是一样，舞照跳，照样举杯望明月。你要举报他一下，我都觉得我是小丑的。我现在都觉得这些检举机制，或者说这些举报机制，或者说这些所谓的惩罚规则，所谓的制度都是放在那里装作好像我们很文明一样的，你懂吗？伪装成文明啊！我的意思是，伪装成文明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为了告诉别的服务器的其他的那些玩家啊，我们国服也是很文明的。实际上文明吗？文明个屁呀！文明啊，都他妈输出到他妈韩服去了。这种剧组这些他妈摆烂，他妈输出到他妈外面去了。一输出到外面就说，哎呀，别人又瞧不起我们了啊，别人又歧视我们了。谁歧视你啊？不还是他妈你破坏规则，天天破坏规则给自己谋利，他妈人家都他妈排挤你啊！不就是你们不守规则吗？耍赖嘛！实在被人家抓到了，没办法的，哎，就开始上 BGM 了。如此生活30年，哎，要不就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，就这他妈就配着屌 BGM， 就把一些事情他妈的3中有2，2中有3。啊，我们是没办法，妈了个逼的，他妈的不要脸的要死，礼义廉耻忠孝仁爱哪一个占了？他妈了个臭逼的！甚至有些他妈更逆天的，哎，为什么别人就演你呢？为什么就你碰到演员就你上不去分呢？那我哪里知道哎？
那人家比我厉害呗，人家运气比我好呗，那我碰到我自己倒霉呗，那还有什么办法？